帶你認識窗簾文化歷史。窗簾嘅文化咧係起源於歐洲中世紀，當時嘅皇室同埋一啲貴族成員咧係用一啲好華麗嘅窗簾咧去佈置佢哋嘅家居嘅喎。法國大革命之後咧，呢一啲咁華麗嘅佈置咧，慢慢就將佢流入咗喺民間裏邊啦。之後咧亦都冒起咗好多唔同嘅製造布藝嘅供應商、廠家等等啦。咁而家時至運行一啲好出名嘅品牌，已經超過100幾200年嘅歷史咧，就起源於當時㗎啦。直到19世紀啦，歐洲同亞洲呢邊咧開始好多頻繁嘅商業往來啦，咁慢慢就將歐洲呢一啲嘅生活文化咧引進咗入嚟亞洲呢一邊啦。至於香港方面啦，60、70年代咧，窗簾係屬於有錢人嘅家居佈置喎。咁而當時咧，我哋好多嘅歐美產品咧，充斥住我哋嗰個窗簾嘅市場。嚟到較後期嘅時間啦，亞洲開始冒起咗啲比較經濟嘅市場啦。咁例如有印尼啦、印度啦、泰國等等呢一啲市場，令到窗簾嘅價格咧開始經濟咗啦。香港嘅窗簾市場就正式普及化咗啦。直到80、90年代，中國嘅經濟起飛，有好多嘅生產商開始加入窗簾嘅市場喎，令到全國嘅人民咧開始有使用窗簾呢一個習慣。不過就因為咁，量高於質嘅情況就開始出現啦。好嘅窗簾絕對可以流芳百世嘅。咁大家去歐洲嘅博物館，你都會睇到人哋100年前嘅窗簾掛到今時今日都一樣咁華麗。原因係因為佢哋用緊好嘅物料、設計、質量嘅嘢咧，所以先至能夠將窗簾咧擺到咁耐嘅時間㗎。所以要買好嘅窗簾就絕對要嚟窗簾城啦。我哋提供專業嘅服務、優質嘅用料、多元化嘅選擇同埋豐富嘅經驗，喺買窗簾上面絕對可以幫到你㗎。